Hi，大家好，家阿培咧會帶大家去中山睇一套二手嘅公景單位。今次去嘅位置咧喺中山嘅市區石岐中山一橋嘅位置。呢個盤咧係由國企發展商華發設計嘅商場上蓋嘅住宅，樓下6層咧就係大型嘅 shopping mall 啦，樓上咧就係住宅單位。呢個盤咧由19年開始賣嘅，咁當時大約賣咗2-3年嘅時間咧就清咗盤，所以都算係一個準新樓。今次嘅業主咧放出嚟嘅單位咧，睇落開則都幾靚嘅。咁面寬咧做到足夠長，竣工面咧做到好闊落。相信呢個單位咧，佢採光咧就做到非常之好。有獨立嘅騎樓嘅，望出去嘅景觀咧亦都無遮無擋。當時發展商交付俾業主咧係無批交付嘅。業主咧就做咗全新嘅裝修啦。住過一段時間，今次攞出嚟賣咧，業主好有誠意嘅。價錢咧係成個小區現時做到最平嘅。究竟如何咧？我哋即刻去翻單位嗰度睇一睇具體嘅情況。OK， 而家我哋就嚟到業主嘅呢一套單位，係屬於一個中高樓層。華發廣場呢個屋苑咧，19年開始賣啦。所以都算係一個準新樓，所以大家入到嚟呢個公區咧，見到成個環境咧都幾企理、幾公正嘅。呢個層數咧就係新保啲配置有5伙單位嘅，電梯配備都會比較足。呢套單位嘅話咧，99平方嘅建築面積，實用率咧就大概去到90%幾嘅。當時發展商係無批交付俾業主咧，所以業主都係全新去裝修過，大概住一段時間，但住嘅時間唔會太耐嘅，所以成間屋咧個裝修咧保持得好企理好公正成個間隔都幾市正嘅。我哋睇咗嗰啲圖則啦，面寬係做到非常之長嘅。我哋一齊睇一睇呢間屋3房2個洗手間嘅設計。入門口嘅位置，佢嘅一個左手邊咧就係做到一個廚房嘅。呢啲磚面咧都會比較簡約啲嘅，成個風格都幾好睇。呢度開到窗嘅，佢係朝北向嘅，有少少偏西，可以望到我哋嘅中山嘅岐江河嘅，以及我哋嘅摩天輪。同我哋嘅景觀路圖係一樣嘅。我哋嚟翻呢個大廳嘅位置啦。大廳咧，佢係做到一個豎廳嘅。個餐廳位咧，相對嚟講咧會再闊啲。呢套單位咧，當時咧業主咧就喺眼中嗰方面咧使咗錢、使咗心思去搞嘅，但係喺軟裝方面啦，又或者定製方面咧就冇花太多嘅心思去搞。因為當時業主咧其實呢間屋主要係放租為主，所以到期時大家買落嚟咧喺呢啲邊邊角角嘅位，譬如話呢個餐廳嘅位啦，側邊咧就可以整翻一個酒櫃咁嘅樣嘅，佢係開到窗嘅非常之好可以得到一定嘅一個通風同埋採光嘅一個保障嘅。跟住轉翻嚟呢個位嘅話咧，睇翻我哋嘅客廳啦。客廳其實咧都宏闊落，呢個廳嘅一個開間咧可以去到3.3米。而家過到嚟我哋景觀露台呢度望一望，景觀露台咧佢係朝北嘅方位，有少少偏西，同我哋廚房嘅一個窗台望出去嘅景觀係一樣嘅。呢個景色咧就非常之開揚啦，因為前面嘅話咧係我哋石岐區嘅一啲舊屋，唔會輕易去拆嘅，所以呢個景觀咧可以 keep 住10幾年都係冇問題嘅。再望遠少少嘅話咧，可以望到我哋石岐河啦，我哋中山嘅母親河，以及仲可以望到我哋石岐嘅一個地標摩天輪嗰度嘅。跟住嗰邊嘅話咧，仲可以望到我哋石岐比較出名嘅一個步行街——孫文步行街。所以等到夜晚咧，呢個景觀會更加靚仔啲。所有建築物咧都會着單嘅，燈光取襯嘅一個效果非常之好。OK， 呢套單位咧，業主咧現時亦都非常之有誠意啦。99平方嘅建築面積做到3房2個廳2個洗手間，連埋呢啲裝修咧，當時業主無批買落嚟就使咗190幾萬嘅。而家連埋裝修去轉俾下一手業主咧，就放價咧就120萬119萬應該都可以傾到。OK， 而家我哋去睇一睇房間，呢度係公共洗手間。睇一睇房間，房間嘅空間咧足夠用，唔會特別大又唔會細嘅。呢間係最細嗰間房。嚟翻呢個位置咧就係主人套房，呢度係洗手間，比較闊落，但係當時裝修咧就冇做公室分離。主人房咧佢係擁有2面採光嘅，非常之光猛。
大家見到啦，而家未開單都可以做到咁光猛，係落雨天，係啦，兩面採光就可以做到一個南北對流啦。OK， 而家阿培咧嚟到呢個業主放緊嘅二手單位呢個屋苑樓下嘅位置。咁啊，呢個屋苑咧叫做華發廣場嘅。而家我哋企喺立交橋上面，呢度咧會有兩條主幹道嘅。打橫呢條咧就係中山嘅悦來南路，打直呢條咧就係中山路。咁啊，中山路最前少少咧就係中山一橋，嗰邊咧係中山嘅母親河祈公河。經過中山一橋最行前少少咧，就係我哋香港人非常之熟知嘅一家酒店，叫做國際酒店嘅。啊，嗰一帶咧聚集咗3家中港巴士嘅一個直通巴士站，所以香港人過嚟呢個區咧，亦都非常之方便嘅。沿住我哋嘅中山路落去嘅話咧，呢度咧係集齊咗幾大商場嘅。前面望到係中山食旗嘅地標旗公1號，然之後呢度咧就係華發廣場，亦都係業主嘅二手單位嘅屋苑。再落去嘅話咧，大概揸車3至4分鐘咧，可以去到我哋利和廣場，亦都係一個大型 shopping mall 嚟嘅。再落去咧，仲可以去到我哋嘅 Coco City 富日城嗰度嘅。OK， 今次業主放嘅呢套單位咧，當時毛坯買入價咧就係190幾萬嘅。咁啊，而家咧業主咧就計劃放120萬，有少少嘅傾價空間。咁啊，呢套單位咧位我哋嘅2座嘅華發廣場嘅2座，總共咧4棟高層住宅。咁啊，呢個屋苑嘅話咧，上到去7樓咧，先至係佢哋1樓嘅一個花園位置。樓下6層嘅一個大型 shopping mall，所以住喺呢一度咧，落樓逛街啦、消費啦、食飯啦都非常之齊全。如果各位朋友玩緊咁樣類型嘅一啲物業嘅話咧，可以睇一睇呢套單位，綜合嚟講咧，我覺得係值得推薦俾大家嘅。而家我哋嚟到華發廣場嘅4座，又分享一套二手嘅單位俾大家去多一個選擇。呢套單位嘅話咧，業主係毛坯，冇去搞裝修嘅，113平方嘅，大家過嚟參考下呢間單位嘅一個價格。咁啊，呢間單位嘅報價咧，業主咧就暫時未有定價，可以任你去出價。入門位置係一間細房，跟住呢度咧係廚房嘅位置。咁啊，成個大廳咧，佢係擁有2個露台嘅，2個露台，呢度係3個露台啦。跟住我哋睇翻呢度嘅一個景觀露台。咁啊，113平方咧，面積又會再大啲，一個廳嘅開間又會再闊啲嘅。OK， 景觀露台呢度咧就望正我哋中山嘅旗公河，跟住可以望到我哋嘅旗公公園、母親河嘅景色咧，以及嗰邊咧就係我哋嘅摩天輪，景色相對比較嗰套咧會更加靚仔啲嘅。咁啊，個廳因為朝西向啦，如果下晝過嚟嘅話咧，成個廳會更加光猛啲。咁房間咧同樣都係呢邊會排佈有3間房、2個洗手間嘅。洗手間嘅空間咧非常之闊落，亦都做得好市正嘅。跟住呢個位置嘅話咧，可以剝咗牆啦，唔係成棟牆嚟嘅，做到一間房。呢個景同我哋嘅一個景觀露台係一樣嘅，非常之好。過到嚟呢一度，第2間房咧。呢度咧就係新開間朝西望正我哋旗公河嘅一個景色。呢度係主人房套間啦，帶有洗手間嘅。咁啊，主人房咧就係朝東南向嘅一個位置，就望我哋食旗嘅一個城市景嘅。望到五桂山。嗰邊咧係利和廣場，嗰邊咧係 Coco City 金鷹廣場。OK， 咁呢套單位咧，業主暫時未有報價出嚟，家下先至聯絡阿培話要放手呢套單位嘅。咁113平方嘅面積，咁你會接受咩價錢咧？歡迎喺評論區嗰度留言。OK， 我哋下集再去睇樓，拜拜。